28年假就特别来啊！铁路局拍算讲，要用过年期间的防疫措施，限制每一班的对号列车，敢若会当卖120张的客票。不过，这个政策伫过年期间施行，效果唔是讲真好，因为真侪民众买无客票，需用电子票证入去车站内面坐车，颠倒造成防疫空白。每一班对号的列车，敢若要卖120张客票。28个小假期代替暗算沿用新正过年期间的做法，避免伤侪人客伫车顶，无法度保持社交距离。不过安尼做敢有效果？因为真侪人会用电子票证入站违规上车。根据代替上新的统计，2月初8到16期间，伫普悠玛甲塔罗高列车的部分，违规用电子票证上车的补票金额超过70万，罚金30几万，总共查到5523件违规。念咪就是28年假，台铁局是讲会想办法改善人流的问题。那台铁局的做法就是会请列车长加强巡视车厢，来分散旅客到其他的车厢，并没有过度群聚的现象。这届年假台铁估计2月26、27甲3月初1人上济，按算加开车班甲加挂车厢来应付。台铁局都会还是准备有预备的编组依照现场的实际需求来去做应变。如果有加开的需求或者是加挂的需求，会视现场的状况来去做调整。台铁表示，上重要的是民众一定要遵守指挥中心的规定，配合磅体温、挂吹暗。台铁嘛会加强宣导，希望民众就要配合。记者郭碧君、张玉水台北报道。